了就好了。是啊。帮他用手。这个。好。吃鸡汤。来，这一点鸡汤。我们的鸡一样吗？澳洲的鸡一样。难不成澳洲的鸡会长得不一样吗？说火鸡，我相信啊。对呀，就都比较大只了。台湾的鸡啊，唱的是蓝调，而且澳洲有很多有声乐。哦，对啊，很多都移民啊。是真的。那边会不会很热？澳洲会热吗？应该还好吧，它那边。降温的，台湾降热哈。夏天就差不多，常常40多度。晚上还白天？晚上差不多，夏天是差不多32到35。晚上啊，那白天很热。早上在夏天的时候，早上6点只有差不多30度。哇，那么热！难怪你们都很少穿那个。是，都穿背心哈。是。所以这个鸡头应该没有人拿啊，先拿走了啦。要不然看到这个头。对，不像我们。对啊，他很白呢，难怪你姓白，你是因为姓很白所以姓白。是，真的。等一下，先吃完，等下骨头再拿嘛。尽量吃哈，尽量吃。国语没有那个。等一下才有力气拍那个。那你老婆有来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明天她有事。她在做什么？你老婆？跟着她到处跑啊。跟你一样。她唱完了她是美国。哦，他是美国人。你这个配备肯定也不少钱哦。20公斤嘛啊，你不是有 po 上去说20公斤的？20公斤这差不多是。多少钱呢？这样配备？50万。无法估计。现在是3万、2万，差不多10几万，10万，12万，12万差不多。还好的啊。你要带好哦，因为他知道多少钱，他把你拿去二手拿去卖掉。他拿去跳蚤市场卖。那你全程都跑的，我们台湾。对，是。他就是哪边学校有什么活动或者是什么公益团体，他对他都去拍照，而且，还有一个志工摄影师嘛，都是我是。关爱之家励志基金会那些的活动啊，难怪。什么东西？金瓶放掉。国小就我们头山了。你没有跟他们去爬大坝？有吗？有去吗？没有。他没有去。白人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有到过白人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。自己来，自己装，嘿，不要客气，嘿。不要说我要吃的，你有一个碗。来，会长。没有，脸上就写着收钱嘛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谢谢啦，阿秀，哎呀，阿秀最优秀，直接冲到消防队把钱
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你好，多喝一点，多喝一点啊。赶快喝，快退冰了。像你老公来，这怎么交代？你先喝，你酒量应该很好哦，你酒量可以了哦。是。对，提防。好了。你会搞开好，这个根本不动。你要分一下。我去救他们。给他装一下皮皮。不好意思。对，可以的。对新的。我会看狗啊。昨天我来。试一下我们的阿力。哎。不要客气啊。他只有剩下他的那种第3代，现在已经到第3还是第4代了。因为我的雅雅的种是，那边啊都是一体的，我没有公的咯，我要养母的吗？他那个铁门你可以帮我开吗？可是你等我下一次啊。因为这一次就可以进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好，谢谢。好。来几件的？就我的包裹，我只知道刚好早点打来。老板娘。对呀，因为他刚好不知道是哪一家，我不知道。刚好他说他在赌场会早点打。因为他等下绕白兰梁山下去，他不要走，没有绕五指山那边。鲜的嘛。哦，那次也很怀念呢，我们去泰安的，你看。对啊，好久喽。哎，那个时候我们有结婚了吗？我还是刚，我有忘了。是你花运。对啊，我忘了。但跟绑固不是还有？哎，绑固还有去啊？那时候还没结婚。那时候还没结婚，绑固有去了。对。哇，已经10年，最少10年了。就我还没生嘛，看我小的大的都已经2年级啦。对啊，也是蛮特别的经验的。我们去那边。因为他们先来这里所以我们就要回嘛啊。对呀，你看住的他都已经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好，我不担心哎。对呀。
家倒一杯，他等一下会说更多。没有啦，还没有。